好来，乡亲啊，过来是花絮内容。要来讲，今年咱的国片是真有变势哦。这个电影的长片《阳光普照》，也有这个短片《想我》，甲这个动画《山川壮丽》，拢要代表着台湾来参加着第93届奥斯卡的金像奖。文化内容七进一，为着要来提升着台湾电影的能见度，是在加强行销，增加着现光，希望会当互这个国际评审注意着台湾的影视产业。把握时间，掌握方向，你自己有没有做到？把时间掌握方向，看过电影《阳光普照》的人对这句台词相信拢无青分。这支国片2019年入围金马奖11个项目，今年更加代表台湾要拼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。爸爸妈妈嘞。这支改编真实新闻的短片《想我》，拍算要拼奥斯卡最佳实景短片，讲是一个老爸失手杀死家己的查某囝，将尸体跌伫卡网内面，逃亡12年的故事。山川壮丽了吗？雾场丰隆了吗？改编版的中华民国国旗歌，一个10岁查某囡仔唱出台湾社会青年的苦闷加不满。山川壮丽这出放假将代表台湾要拼奥斯卡最佳动画奖。除了这3部作品的能见度打开以外呢，也同时让国际的投拍人跟资金，或者是各种开案者对台湾产生更浓厚的兴趣。文策院加强国际行销，增加国片的知名度，希望讲台湾的故事互世界看到。望今年奥斯卡会当加淡薄仔台湾味。认为我该怎么办？